住落嚟咧係第5號嘅李麗霞小姐，佢芳齡係22歲。咁佢認為要聲線好咧，其實係有條方程式嘅喎，咁而且係萬應萬靈嘅。咁條方程式咧就係每晚瞓足10個鐘頭，冇多冇少。咁起身之後咧就食啲嘢，但係7成半飽好啦。咁包你把聲會特別甜美啲嘅。係咁，至於啟發佢歌唱天才嘅原因咧，佢話連自己都唔多知道喎。咁啊，但係佢自己好中意唱歌㗎，咁有時達到瘋狂嘅程度添咁講。今晚佢嘅參賽歌曲係 Dancing All Night。時代太緊張，真的不可想像。人如城市面貌，一切亦太誇張。時代太緊張，天天毀生計鬥伎倆，不管得失，一生照樣每日忙。Dancing all night， 心境即刻開朗。Dancing all night， 要站離明離網。Dancing all night， 心中抑鬱可發泄。Dancing all night， 身邊壓力會暫忘。時代太緊張，多少苦痛失望，前途難以預料，心裏未免恐慌。時代太緊張，天天毀生計鬥伎倆，不管得失，一生照樣每日忙。Dancing all night， 心境即刻開朗。Dancing all night， 要站離明離網。Dancing all night， 心中抑鬱可發泄。Dancing all night， 身邊壓力會暫忘。時代太緊張，多少苦痛失望，前途難以預料，心裏未免恐慌。時代太緊張，天天毀生計鬥伎倆。